另外，伫咧西非的国家奈及利亚有传出几啊件查某的自杀炸弹犯事件。伫咧婚礼丧礼现场，也有病院一寡所在引发爆炸，拢总造成至少18人死亡，48人重伤。一张搁一张的相片，会通看出爆炸时阵的惊人威力。西非国家奈及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当地的果扎镇，日个发生女性自杀炸弹客引爆炸弹的事件，造成所在的人死伤。The situation now is that of the victims of the bomb explosion are receiving treatment. They were rushed by the government to the state specialist hospital where 9 of the victims are receiving care, and then some of them are at the University of Maiduguri Teaching Hospital. SEMA 博尔诺州紧急事务管理局伫官方面册宣布，管理局的局长萨伊杜是早真济爆炸现场。头一个炸弹发生伫下晡3点外一场婚礼，一名女性家族人客派红眼引爆炸弹，无到几分钟，国家镇的综合病院搁一摆发生自杀炸弹的攻击。另外一边的蒙园丧礼嘛发生爆炸。事发了后，奈及利亚的军方已经伫当地实施宵禁，也毋过暂时也无组织表态对这代志负责。博尔诺州的警察局长拉瓦尔认为，这自杀炸弹攻击拢发生伫恐怖组织博克圣地的活动区域。国家政捌伫2014年和博克圣地占领，虽然一冬后和政府军抢倒转去，也毋过油源一直受到武装分子袭击，造成超过4万多人死亡，200万人无处通转去。暂时这地区的武装冲突已经影响到附近国家尼日、科麦隆甲查德，和各国共同成立地区军事联盟来打击武装分子。我是新闻台同朋友。